歡迎你再次返嚟靈性成長收集室，我係 wing wing。今日我哋嘅主題係被出軌之後嘅創傷修復。我哋曾經有一啲傷，唔係靠一句算啦就會過，有一啲經歷會令到一個人對關係、對信任，甚至係對自己嘅判斷出現一種好深嘅震盪。如果你而家處於一個被出軌之後嘅時間，或者你曾經經歷過被背叛，而家呢一件事到今日依然喺你嘅心底入面留低咗份量嘅話，呢一段時間就係留俾你自己。你唔需要急住去整理一切，亦都唔需要勉強自己快啲變好，你只需要俾自己慢慢咁嚟。而家去揾到一個你覺得安全嘅位置去坐低或者瞓低。如果你願意嘅話，你都可以輕輕合埋你嘅眼睛。但如果今日你唔想合埋眼，就咁聽住我嘅聲音都可以。你只需要保持覺得舒服，保持自然嘅姿勢就可以啦。喺呢一個過程入面，你只需要聽住我，俾自己慢慢慢落嚟。我哋先將注意力放去你嘅呼吸上面。我哋唔需要刻意去深呼吸，就只係留意一下我哋吸氣同埋呼氣嘅時候。你可以想象當你吸氣嘅時候，呢一啲空氣輕輕轉入你嘅身體入面，而呼氣嘅時候，將一啲多餘嘅緊張、一啲無形嘅拉扯、一啲頂住咗嘅力量，慢慢流走。我哋再吸氣，再呼氣。喺呢一個時候，如果你發現自己個腦轉得好快，或者好多雜念，都唔緊要嘅。你唔需要去追住呢一啲念頭，你只需要知道呢一啲念頭佢係可以喺度㗎，但你唔一定要跟住佢行。好。而家輕輕去感受你坐咗喺度或者瞓咗喺度嘅重量，去感受你同地面、椅背同床褥之間嘅嗰一種支撐。喺呢一刻有嘢托住咗你，再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。呢刻我哋將注意力放喺你嘅額頭，我哋唔需要做任何嘅表情，就只係容許我哋嘅額頭放鬆少少，再落到去我哋嘅眼周。如果有好攰嘅感覺，就即管俾佢攰落去。如果有壓力嘅話，亦都唔需要即刻去清走。就只係令到我哋嘅眼周慢慢柔軟放鬆落嚟少少，再去到我哋嘅下顎。好多時候當人經歷背叛，我哋嘅嘴唇同埋下顎都會好自然咁咬實。而家請你去將你嘅牙膠分開少少，俾你條脷去自然咁放鬆，去到你膊頭嘅位置，唔需要夾硬去拉直佢，唔使夾硬去放鬆佢，你就只係俾你嘅膊頭知道，你而家係唔需要去對抗。去到你嘅心口，亦都唔需要急住去打開，就只係俾你嘅心口有空間，去俾佢唔需要即刻承受晒全部嘢。再落到去你嘅腹部，如果喺呢一個位置一直都好緊繃，你唔需要去責怪自己。身體就只係一直喺度記住危險，
而家你可以畀佢收到一個新嘅訊息，喺呢一刻，安全感可以慢慢返嚟，再去感受你嘅雙手，感受你嘅雙腳，感受你成個人同地面之間嘅穩定、直接、好真實嘅接觸。喺呢一刻，我想邀請你去想象一個畫面，你未必需要睇得好清楚，你亦都可以純粹就只係幻想出嚟。你只需要大概知道，你行入咗一個好安靜嘅空間，呢個空間佢唔需要好大，但係佢足夠安穩。入面會有一張凳、一張床，或者一個適合你停低嘅位置。請你慢慢咁行過去，喺每行一步，你都好似拎走咗少少外面世界帶嚟嘅雜音。呢個佢唔係逃避，而係歸位。喺你坐低之後，你會發現自己嘅前面會有一個好細嘅盒。呢個盒裝住咗一啲唔屬於你嘅重量，可能係懷疑，可能係自責，亦都可能係點解會發生喺我身上嘅呢一種反覆拉扯。亦都可能係當你被背叛之後，留喺身體入面嘅嗰一種失衡感、仇恨感。喺呢一刻，你唔需要打開呢一個盒，你只需要知道個盒喺度，而你亦都喺度。你有權去決定啲乜嘢可以暫時放低先，乜嘢係可以暫時保留。喺呢一刻，你唔需要一下子處理晒所有嘅問題，你只需要去做一件事，將今日唔屬於你嘅重量暫時放喺呢一個盒入面，然後輕輕冚返好。而家就請你去將一啲今日唔屬於你嘅重量慢慢放入去呢個盒入面，冚埋佢。你未必即刻可以相信一切都會好返，但係你可以先練習相信一樣嘢。你唔需要將嗰個傷口變成你嘅身份。再吸氣，再呼氣。喺下一步，我想你聽住以下幾句，唔需要分析，唔需要回應。只係畀佢慢慢落入你嘅內在。你曾經經歷過背叛，但係呢一啲背叛唔等於你唔夠好，你唔值得被愛，或者你好差。你曾經受過傷，但係受傷唔等於你嘅判斷係錯。
你曾經相信過人，而信任本身就唔係一樣錯嘅事。我哋有時候真正需要修復嘅，唔係你對愛嘅能力，而係你對於自己感受嘅信任。你夠唔夠相信你自己呢？所以而家你可以將注意力慢慢帶返去你自己嘅身上。我哋唔係去追答案，唔係去重播個細節，而係去確認我而家喺邊度。我而家係點呢？我而家有啲咩需要？你可以唔需要即刻知道答案，但你可以開始去重新認識、重新學習自己，先至係自己最穩定嘅參照點。再吸氣，呼氣，每一次嘅呼氣都好似令你同過去嗰一段混亂鬆開少少。每一次嘅吸氣都好似令你重新接收一份屬於自己嘅完整。而家請你去想象你嘅面前有好幾道好細嘅光，而每一道光都代表住一部分嘅自己。有一部分曾經喺懷疑入面散開咗，有一部分曾經喺失眠入面耗盡咗，有一部分曾經喺度諗，係咪我唔夠好？你唔需要去用力拉扯，你畀佢哋慢慢返嚟。每一道光返嚟嘅時候，你都可以喺心入面講一句：你可以返嚟啦，你已經捱過咗，而家唔再需要去四散。當呢啲光慢慢返返去你身體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一種好輕微但係真實嘅整合。佢未必係即刻好返，但係你會開始完整。而完整唔代表住你冇事，完整係即使你有事，你都唔再去遺棄，抌咗呢一個自己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去你嘅呼吸，去感受吸氣，感受呼氣。如果你願意嘅話，你可以輕輕喐一喐手指，喐一喐腳趾，感受自己返返去身體，返返去房間，返返去呢一刻。你可以記住，今日唔需要完成修復，今日只需要建立一個新嘅開始。當呢個傷口響起嘅時候，你唔再同佢對抗，而係學識陪住自己。你係可以慢慢好返嘅，你亦都唔需要心急，你亦都唔需要扮已經冇事。而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擘大你嘅眼睛，
帶住呢一份穩定，帶住呢一份寧靜，帶住呢一份回收返嚟嘅自己，返去你今日嘅生活入面。而我喺度見證你完成呢一段回家之路，亦都好希望你可以喺下面留言你呢一刻嘅感受、情緒，因為當你願意喺度留低你嘅感受嘅時候，你已經向新嘅自己邁向咗一大步。我哋下集靈性成長收集室再見。